我哋嘅特色係一個無化療嘅血液幹細胞收集方法，採用純細胞生長因子嘅方案。好處係免除咗化療嘅副作用，例如嘔吐、中性白血球減少、發燒同細菌感染，而且將整個過程由11日減到6日，但係成效就一樣。對病人嘅好處咧，就大大減少咗個療程嘅風險同埋副作用，唔需要留院太耐。對於醫院嘅層面，減少咗住院嘅時間，我哋亦可以留返更多嘅病床嚟服務其他病人。我提名團隊係因為想表揚佢哋多年嚟為我哋九龍東血癌病人提供出色嘅服務，為病人帶來新生與希望。團隊嘅同事咧，其實係好積極、好有心啊！即係例如喺 Covid 時候咧，冇減低服務啦，另外亦都有啲服務嘅創新啦，可以用更好嘅方法去醫治我哋血癌病人。所以我覺得佢哋精神同努力咧，絕對係一個傑出團隊。我哋團隊嘅精神最重要係信任同埋溝通，互相信任可以大大提高我哋嘅工作效率，亦都會每年有一次多職系嘅全體會議，為我哋嘅服務咧作一個全面嘅檢討。我哋嘅未來嘅方向係擴大我哋嘅服務容量，令到更加多嘅病人受惠。